老友記你好啊，今日係立秋，咁立秋呢，就係由陽轉陰嘅關鍵轉折期，保養方面呢，就以養肺潤燥為主，慎防呢個秋老虎啊！我哋要多食梨、銀耳、山藥、百合、蓮藕，咁可以潤燥啦，同埋盡量少食辣嘢同埋生薑啊！咁我哋要早睡早起，最好就比夏天早1個鐘頭瞓啦。同時晏晝嘅時候就休息一下半個鐘頭。運動方面呢，就以散步8段錦呢啲溫和嘅項目為主，就千祈唔好做運動做到大汗淋漓啊！其實最佳嘅運動時間呢，就係傍晚時間啦。盡量我哋要安神，保持好心情舒暢，因為秋天個溫差比較大嘅，所以咧盡量要保暖，尤其是我哋個膊頭同埋個肚喎。盡量食啲小米粥啊、瘦肉啊、魚肉咁樣啦，就千祈唔好大魚大肉啊，好易食滯㗎。秋天開始乾燥，所以我哋洗完面咧最好搽啲潤膚霜。飲呢，我哋可以飲啲麥冬啊、石斛沖水飲，補充體內嘅水分。最後請大家聽話，要11點前瞓覺啊！各位，我哋要注重身體㗎。老友記，如果喜歡呢條片嘅，請訂閱、留言、分享出去啦，幫助有需要嘅小朋友啊！